这学期末要交500支标本，期中考先交200支。唔記得哦。要俾咩同邊呢集啊？蟑螂的解剖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昆虫比它更容易取得。昆虫咧唔去點燈，什麼叫昆蟲咧啊？就會愛蟲愛到愛情。有些高等的人類，可能會愛低等的昆蟲。昆蟲只有5秒鐘的記憶，那有乜嘅愛啊？太后是咱们耶，我用過啊，冇用過啊。女生係暗藏，relax 好冇？千玺係長板鴨嘅甜心，但唔會比脆蓉鴨嘅。你們3隻小蟲好像哦。好，分享真到現場哦。家下咧上一趟吼，已經有小幾多嘅吼，你講細妹嘅媽媽吼，一幾趟咧吼，咩來小幾你媽媽係與你爸爸哦吼。首先咧就先來分享哈，今日來賓就係羅斯琪老公哈。哇，太搞！呀，就係第度嘅伊咧爸爸吼，順通嘅咧就當佢咧媽媽吼，啲呀下個電視台後面做動作戲劇嘅吼，就係王娟娟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王娟。好，剛才有講到嘅吼，就第度有講到嘅爸爸媽媽，上一趟有羅平姐妹吼，有一趟有當佢咧羅哥吼，咩係你爸爸，伊咧媽媽吼啊，做啲老太友、老太家觀眾朋友吼，你小記下一個角色好冇？將嘅爸爸係用嘅爸爸喏。係啊，我三隻細蟲嘅地波就阿爸咪吼，嘅血捧嘅，係祖傳思念啊，嘅血捧嘅人就問佢走上走下，那都要發，長嘅發，再走到那起。意有所指哦，好朋友啊。古數博卡都蘑菇好食，嚇要留姑娘離婚，古數係留阿拉嘅，就有一隻心肝肚項有一隻當層嘅結，古數也到啲地波再不斷咧去留結打開來。跟我知道也出戲啊，嚇，一條線路無窮樣嘅講嚇，以前咧一直我希望講出家拉嘅來。做來繼續做祖傳嘅事業，但係電腦轉係唔咩？電腦轉係捱無上去做，結果呢去讀書，嗰個電腦轉嚟嘅牙拉嘢曬來做嘢，好嘅，講嘅，哦，唔過啲地度啊，行喺學入棚嘅嗬，學入喺真件唔知㗎會講咯，因為真件嗬一個養蜂人家嗬，喺真件乜嘅手套啊、防護裝備都冇呢，係啊，喺真件做得人哋哦。當然會講嘅，藝本棚嘅調過啦，係啊。嘅當初啊，做只出去家講乜嘅，學棚嘅我要乜嘅在職訓練嘛，結果去啊都講乜嘅，等間棚嘅走上走下，而且唔到好衝到你話千萬唔好走喎。唔到好係冇衝。也做到在職訓練，直接上場了吧？係冇？係啊，唔過啲地度好專業咧，唔係會有看到，因為剛才有講到。然後意有所指嘅法啲奶嗬，佢就係啲奶去嚟採蜂蜜，好唔好？係啊，採花蜜啊，係啊，啲地度又係用嘅角色，又係你媽媽嗬。我哋喺三隻細蟲嘅地度演那個移民嘅阿妹，哦，喺民宿嘅調解娘，係，因為他暗戀我嘛。古手機會，你明戀吧？有冇？明戀。明戀嗎？唔關係，冇幹過多啊。哎呦，我這是神經大條啊！你看那像昆蟲，聽有沒有5秒鐘嘅記憶就冇？等等啊，等等啊！嗰時候100號作為你媽媽嘅角色嗬，咩喺老頭擺媽媽有親無強用啦嗬。哦，無強用嘅地方係，因為他是嚟做對講係。做對嗎？做對啊，就是媽媽自己是一個很獨立自主人，可是因為她有一個女兒以明非常的聰明，但是她願意讓她去完成她自己。哦，出軌啦嘛，出軌，吐俗安用。不過媽媽自己就覺得她媽媽沒有完成自己，所以她希望女兒去完成自己。哦，完成自己嘅夢想啊嘛噶，唔過佢要講自己特別無聊嘅話，嗬就乾脆就來開一個民宿，因為他很希望有人陪伴，但是所以以明有生一個小孩，他有那個
雅斯伯格症，就是高功能的自闭症，所以呢，他帮他的女儿带小孩，所以留在家乡里面，然后有小孩陪伴，然后他开民宿也是希望有人到家里面来，所以变成家里会有热闹，但因为他妈妈学会照顾自己，就不要给女儿负担。哦，妈妈都是每夜出去5杯，啊，孙女就去家里吐就错嘅。错啊！唔讲你讲到啊，吼，你底度唔嘅孙女係雅斯伯格症，就係大家可能講自閉症係大家較了解啦，吼。呀，講到呀自閉症嘅話，吼，唔會有去相處過嘛？即係啲生活當中沒有。哦，我自己在生活中，我有朋友的小孩是雅斯伯格症的，然後我也有上過相關的課，我也有去類似的精神障礙的單位去看過這些孩子，所以有一些經驗，所以很有趣。我講一個簡單的經驗，就是我曾經去跟一個那個過動兒的自閉症的小孩的那個瑜伽教室，我去跟那個老師一起去帶小朋友上課，然後呢要下課我就要離開，我穿鞋子，我突然覺得背後有人在看我。突然 suddenly， 有陌生黑毛，有一個眼光，就有後面呢背後，然後就轉過頭去看，就有一個是高功能自閉症小孩在看我，眼睛就盯着我看，我回頭看他，他有點嚇一跳，他被抓到了的感覺，他就，因為他們都不對，因為據我所知，雅斯伯格症的孩子不是他的溝通有問題，但是他是靠感覺，他是靠某種程度叫心電感應，所以他就。這樣看我就看他在我收到了，他有點高興，然後但他不好意思，然後我繼續回來穿另外一隻鞋子，他又在看我，又回頭，他又被抓到那個，好像在玩遊戲。可是我說哦，原來這些孩子很敏感，非常敏感，非常敏感。嗰時候對於呀在喜劇底度，要按你吐唔嘅孫唔嘅時節後，就特別有感觸哈。是，就做等老唔嘅經驗啊，就不用去底度。因為大敗哈，因為一定要他主動。哦，我們不能主動，我們只能等待，等待他準備好走過來。你不能拉他，冇發揮，他會抓狂。哦，他可能會有會對自己可能會大叫，或者是怎麼樣，會跑走。因為他沒有準備好，因為他太敏感，所以他的行動會跟我們想的不一樣。哇，要照顧。不過日談起來後來做伊咧自閉症咧細年嘅底度嘅語橋吼，咩係伊咧哦特別困難咧伊咧角色吼，係啊，有陣時可能會有人知道哦，就唔會啊，就唔是講法就好嘅啊，行來行去啊，唔係哦，唔係，因為我們在跟雨喬工作的時候，那小女生，因為我們正常人說好，我跟你講話，我肯定就好誒，不過他不行，我跟你講話看這邊。所以接下來我就要挑絲你就覺得他是故意的。按鈕啊，比方你好，你現在訪問我，我要這樣跟你講。係啊，你知道你們用嘅吐唔嘅順應咯哈？你會講，你做得看愛冇哈？就是這麼奇怪，或是看上面，或按鈕，所以很多時候在調，就是說，因為他會習慣眼神交匯就對他非常害怕，可是我們不看他，他反而會看我們。哦，所以那個拿捏之間，拿捏得當啦，對，不然他會被嚇跑。佢說啲呀，喜劇底度咩做到看到冇強勇嘅方向，冇強勇嘅細年嘅啊，冇一把太家知道，甚至細蟲嘅就講嘅太好上嘅冇底度咩有家下講到嘅情形啊，吼，還有就係青色細年嘅雅斯伯格症啊，可以用嘅情形啊，唔過大敗後有看到吼羅哥底嘅喜劇底度嘅演出嘅時節後，就會知道小口嘅來。冇一把天吼，係啦，小口嘅係聽說會以為啦，係有咗客家唔是講啦，吼，會以為正確啊，較正確嘅客家話吼，就會第一呀羅哥嘅片吼就會出來吼，恰恰吼，而家有沒有聽到吼？娟姐有啲講啊，劇本啊吼拿到吼，太家啲配，唔是。羅哥唔是配，佢喺老七家吼，啊都哦，安尼下係冇唔怕，挨七家吼做情商啦，係冇，七家轉化較成法嘅係冇。你有自己加戲。係啊，唔過聽講入擺吼，就有本唔是咧講課吼，係做唔得轉化嘅啦，然後教一下英文係冇。哦，係啊，從細就唔好讀書啊，英文唔識啊，我也都開始嘅啦。咁所以入擺可能吼就知道，係啊，客家按會係冇，唔怕，入擺就本英文。
不过我知道当然啦，对于演员来讲，也是一种挑战。我自己遇到英文有的会发展，有的会发展得唔同樣。因為我是談過一三年講啊，叫講好咯，家講你是看什麼 plan 啦？呀，佢話用到我嘅角色，提到我知道講好，我就變得講唔當佢看哪個 plan，我就想講要做得發展得會所謂的客家英文，然後我就有一句對白就會按你啊。主機啊，就嘅本草馬當庭嘅，然後嚟數家都去搞佢啊，就 you and you 3 idiots 係啊。弗朗姆，一定會詞，我點解啲老一定會詞係咪個詞嘛 ？You and you 什麼咧？你還有你，哦，and 多，你日本人點講英文啊 ？Idiots 係啊，哦，三個白痴。Jesus Christ！ Oh my God！ 懂。要真給佢唱死了。不是這樣啊，那你對啲人用個神啊？用啊。係啊。唔係你叫到全部吃到當小講咧。啊，誒，我改掉嘅用客家音來按。嗰時候人家把要動到英文，就係周青就自家改歌出錯嘅，改咗自家要客家話落英文合強下安尼。那就講咧，聽說啲戲劇地度吼，就係有羅哥吼，就係有青小口嘅素材啦。沒有娟姐咩係，家家有看到娟姐唔做戲嘅角色吼，就係青小口嘅媽媽同和藹啊，吼，青奶奶嘅感覺啊，係冇？一擺聽說咩係安尼嘅角色係冇？唔講有讀到有暗戀、明戀回來，明戀係羅哥，兩手恩用嘅來對戲嚇，也係恩用嘅。我要神明嘅冇嘅就。等一下，我喺講哦，明戀他明戀我暗戀臭麻。嘿，一正大哥。對，一正大哥。有趣的是，他結婚的話，我反而好失落，因為我覺得都是好朋友，他會照顧我。唔過其他演導呢？希望。裡面倒有一集是講到他竟然娶了若萍。哦，Jesus， 一定 Jesus 牛角山。嗰時候啲地度嘅時節後，就係一正大哥、老羅哥、老五係三煞，係對西佢是教到胎就錯嘅。誒，應該按嚟講啦，嗌老一正係西教到胎啦，嗰位嗌去標棚嘅家長認識。哦，嗰時候唔係因為佢張認識嘅演導嘅，錯咪？錯㗎，做啲人嚟講吼，唔過家下有講到動到啊吼，羅哥就會講小口嘅啊，對戲咩要做咧懂英文嘅爸爸吼，很上學吼，很上進啦吼，又係要學英文啊吼，唔咩咩吼，佢係學英文，係學法文咯，法文。係啊，做啲點一下。Bonjour, bonjour, merci, merci beaucoup, ciao。嗰時候睇架談到吼，一拜啊吼。甚至四重嘅真經係要動到人類啲講嘅話，要按人類咩學啲講嘅話，咩要動到嘅蟲嘅嗬，四重嘅啲，因為入棚嘅啊嗬，每一塊動到嘅蟲嘅聲音嗬，哇啲規則起價地度嗬，家有啲昆蟲呢年嗬，像係蟲馬嘅。高數吼，佢一堂聲音就知道也係乜個蟲，仲清準入咧吼。除咗也以外咧，其實地度吼，沒有動到，佢還有講到嘅愛情啊、親情啊，吼啲地度哦，真係係用乜個神奇嘅故事嚟定下一張波本睇下啲哦。